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今日喜信呢特别对台中来甲咱家己要来特别访问到阮本会南营教会郭益如姊妹，要来咱节目中甲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来做开讲，分享到耶稣基督恩典甲咱做来做参考。益如姊妹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已经听到益如姊妹声音啦。咱要来请问这益如，你本身是倒位的人？我本身细汉就住伫园林。伫园林这段时间差不多偌久的时间？我细汉出生一直到读五专，我伫园林安尼。咱伫园林啦。伫你细汉的时阵你的家庭的状况是怎样？是咪当甲咱做分享一下？伫我出生6个月，我的爸爸因为伊是军人，伫咱的台北918怪，就是伫遐兵车就是细我细汉有阮阿公阿嬷甲我饲大汉，阮阿公阿嬷因就是种田的，逐工就是做事，无就做事，然后透早出门，毋就转来。我家己就是家己就踮厝的安尼，家己一个下课就是踮厝的，厝诶拢无人。阮阿嬷讲，因生活的重点就是做田然后初一十五就是拜拜安尼。伫你毋捌看过爸爸甲阿公阿嬷，等于是伊甲你带领大汉的，你会感受啥呢？我感受就感觉我将来都毋知啥物叫做爸爸。好。当然是妈妈有甲你做伙大无？阮爸爸伫我6个月时阵，伊就是因为车祸过世。我是一个女孩子，因为重男轻女，所以因并无重视我。迄时阵，阮妈妈伊本来是要带我离开，毋过伊是一个女孩子，伊无法度去外口趁钱饲我，所以伊就甲我放在床骹。你有兄弟姐妹，还是你是上大汉的？我妈妈甲生我一个尔。是。所以伫你成长过程顶面就是你阿公阿嬷嘛是算你的外公还是内公内妈一直甲你养饲甲几岁的时阵？伫我读国小4年以前，拢带阿公阿嬷做伙大。以后呢？因为自细汉，阮外妈就宠疼我，因为虽然阮妈妈离开我，毋过阮外妈时常来甲我看。阮阿公阿嬷就是甲负责互我读册，然后学饭互我食安尼尔。其他拢不管，因为完全拢无受到我的感想。当这是你妈妈有定定来阿公阿嬷才甲你看无？有定定来。所以我会感觉我无介意住伫遐。是你嘛足期待着讲一当甲妈妈做伙大，敢是安尼？对。像你伫这种环境中大当然咱咋讲每一人的环境拢无共款。咱也看到讲益如姊妹年轻的时阵伊所做无的就是讲爸爸呢意外中间所来离开世间，也影响到伊的成长顶面，甲阿公阿嬷做伙大。所以咱听众朋友其实伫这个社会内底咱咋讲有真济亲像益如姊妹这种囡仔。所以咱也特别爱甲伊关心，特别对这种囡仔呢，爱互伊有自尊心，伫生活中间特别搁较甲因关心，甲因照顾。不只讲是言语顶面在咱的行动顶面，其实伫这个社会内底也真侪这种代志所以咱听到益如咧讲细汉的这种经历，咱知影讲伊就是安尼，有当想起来嘛安尼，感觉讲非常的心疼有当时也会真艰苦这拢是难免的事总是要请问益如姊妹伫你细汉顶面，除了甲阿公阿嬷伫这中间甲你看顾成长以外你细汉对信仰的这个观念是安怎？我感觉足空虚的，因为我感觉因逐工早暗安尼拜拜，我毋知因咧拜啥物，因逐工就是嘴安尼念讲，请你保佑阮全家平安，安怎希望阮今年种菜的收成会用较好诶。
我是感觉黏黏的，虽然你心内较轻松，不过其实嘛无代表因改变啥物啊。算讲咱人吼，就是讲有一句话讲，善会护天吼，虫会护命吼。这是咱台湾人、中国人听的一句话，善良就护天顶的神吼。敢若讲是毋是会当来帮助咱吼，互咱会当脱离这种善良。若是痛痛的时阵，哇，妈妈来帮助我，这拢是有这种现象。其实咱拜神嘛是安尼。咱知影讲阿公阿嬷伫咧拜，伫咧呼求，因所拜这个神的这个对象，伫咧呼求的当中，当然伊会感觉讲，有咧呼求总是比无咧呼求较好，会感觉讲心灵会较平安。其实嘛是得袂到帮助，因为咱知影讲对象是安那吼。所以细汉的时阵，你嘛是甲阿公阿嬷做伙拜拜安尼哈。对啊。阿公阿嬷是毋是安尼对互相心灵也非常的热心，敢是安尼？而且我阿公佫是一个同机。你阿公是一个同机啊？你对阿公做同机顶面你捌前景捌看过安那？我看过逐间伊发作时阵，我拢走第一。是安那讲的？因为我感觉迄足恐怖诶。我细汉我就感觉迄足恐怖，因为我感觉为什么一个正常人会变成安尼？是安那？就是我白发就走来走去，佮讲一寡做甲实际上是做脱离的代志。伊甚至也讲恁兜，因为迄是有时阵有人来拜拜，就讲啥物阮兜无平安安那。结果阮阿公发作时阵就讲你袂使出门哦，你拢连恁兜的户患拢袂使踏出，你也踏出都有代志当时爱一个月拢爱踮厝，拢袂使出去。虽然我逐工蹲阿嬷安尼拜，不过我感觉到最后我会做办大去拜，因为我感觉无意义啊。所以伫阿公阿嬷厝诶阿公佫是同机这嘛是一项真特殊诶情形。像你这个环境，你爸爸无伫你边妈妈嘛无伫边阿公阿嬷算年纪比较较侪岁因也是拜偶像做同机这代志你拢看过一般咱会真好奇讲，一位囡仔伫这种环境中间伫咧成长，不管讲伊诶家庭背景啦还是讲拜神诶这种观念，每一天所看诶这耳濡目染诶代志，为虾米会有一如既往你有机会爱当去相信着耶稣，过来咱真耶稣教会，是毋是当甲咱朋友来做分享一下？其实伫我五专时阵，以前拢是甲阮阿嬷做伙拜拜，其实一直到我离开厝诶了后，去学校伫咧过团体的生活。我伫学校有接触到一些社团的活动，伫学校诶社团活动内面有，就是去团契拢会去遐唱诗。其实我迄阵会甲因做伙去，因为我感觉最快乐诶。毋过我感觉我毋是足捌因诶道理，就是因为伫学校甲同学做伙去，所以我开始有一点概念，基督教是一个大概是啥物形式安尼。那一直到我出社会了，我因为熟悉我即摆先生梁时光，所以迄阵因为伊常常拢加班，我即摆伊伫家己咧上班，我伫家己嘛伫家己上班。伊常常加班，阮迄阵拄熟悉时阵，伊就甲我讲一句讲，你下班莫学白走。你有闲去教会看卖，我迄阵就想讲，你拢无爱带我去，叫我家己去，我毋敢去。虽然伊有喙有甲你讲你著爱去听耶稣爱去听道理，去查考道理，但只不过是喙皮甲你讲的当然伊嘛最希望你去啦，但是伊无付出实际行动来带你来教会。一直到最后，你是安那才会讲主动来教会去听到这个道理。其实伊甲我讲时阵，我拢无来，因为我毋敢来。因为迄阵我离开学校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对一种印象就是有怀疑。我最怀疑，我毋知影讲基督教因是到底是有正确无？对，还是讲伊到底最主要这个教义、甲目的目标，还是讲信靠的这种力量？你完全拢还阁无讲解清楚咧。对，因为我迄阵伫学校就是干那对安尼唱歌，是啦，感觉就是足快乐诶。大家熟悉安尼来有啥物转变？过来，阮即摆先生时光伊工作就是无较赶，伊有时间伊就带我来嘉义教会。伊第一件带我来时阵，我的心情是半信半疑。因为伊嘛是我刚刚认识拄我熟悉的一个朋友安尼尔，伊就带我来即种我从来毋捌来过的教会，因为我之前去的教会是长老教会，伊带我来是真耶稣教会。当初伊来是叨一间教会？嘉义，就是即马一间和平街遮的嘉义教会。还是民国几年？大概
88年的时阵，88年的时阵，对，我迄阵来的时阵，甲大家做伙祈祷，听着大家嘴内面咧念一寡我听无的话，我听无。我迄阵归来祈祷的时阵，我就感觉足恐怖的，然后我感觉心内足无安全感。因为你毋知影讲为啥物因安尼祈祷啦。对。其实咱亲爱听众朋友，拄啊义如姊妹咧讲到，伊第一遍来到咱真耶稣教会，参加聚会，听到真耶稣教会咧祈祷的情况，有当时开始有影会惊着。这惊着其实是讲无了解啦，因为毋知讲有即种的声音。其实咱知影讲真耶稣教会有圣灵，圣经内面讲有即个圣灵。圣灵是啥物？圣灵就讲咱跪咧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咧念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就是俄罗天顶的真神的意思。意思就讲赞美主耶稣，耶稣就是天顶的真神。所以咱大家做伙来俄罗天顶的神。所以基督教、耶稣教、真耶稣教会咧祈祷的时阵，就是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一直俄罗天顶的真神。当咱得到圣灵的时阵，这哈利路亚忽然之间煞念袂清楚。煞变做光阴讲话哈利路亚，指头会跳动，指头会滚动，身躯会感动。其实意识非常的清楚，真正一如姊妹伊毋知影因为大家祈祷哪拢安尼身躯会震动，这喙他安尼讲话拢安尼光字音嘛，感觉怪怪安尼。后来你有安尼观察查考，才知影讲原来这是圣灵安尼。我本身就是一个做好面的人，所以我感觉我第一遍来，我感觉无够。我想要知影更多侪代志，所以过来伊带我一两间了后，伊拢无时间，叫我家己就来啊。伊拢会甲我问讲，你敢有去？我拢甲伊讲无。好。过来等拄好是过半年了，拄好有报道大会，迄阵我嘛有来参加。互我从感动的是，伫大家咧唱诗歌时阵，就是毋知为虾米，就是最感动的就哭了，流目屎。敢若听人咧唱诗歌，你就感动哭出来安尼吼。是，迄是咱教会咧报道会，报道会中间拢有当时原来有诗班咧献诗啦吼。咧献诗的时阵你安尼听着非常感动，安尼哭出来安尼啦。而且迄种哭是最快乐的哭。我拢一直哭，我哭袂停，我哭足紧张的，因为大家歌拢唱了，我搁咧哭，我拢毋知要安怎。哇！唱了大家跪落来祈祷。是。最感谢神的。我来信主无偌久，伫咧报道大会，我就是最感动的。伫咧祈祷时阵，最感谢神的，我都有信。你得到圣灵的现象甲你第一遍来教会听你祈祷的情形你搁甲回想一下，甲比对一下情形是有共款无？我那是无共款的物件，因为种初来是，因为你无了解。我感觉逐间跪落来，我感觉足忝的，逐间拢足想要爬起来，足忝，足想。我甚至有一间我咧祈祷时，我足想要吐的。我嘛毋知道是为虾米，算做讲一点主动就对了我感觉足无爽快我就继续家祈祷。事后我甲阮即摆先生甲伊讲哪会安尼，伊就讲你要有信心。我就感觉对，我一定爱有信心，无论为虾米，我就是爱有信心去听道理，然后去应该是讲，其实我来信主了后，甲我进前的观念，佮甲生活拢差足济。所以你得到圣灵甲你第一遍来咱教会安尼迄个感受拢无共款啦你完全清楚你的指头就跳动嘛，会滚动身躯会震动，你马上会感觉我祈祷甲我第一遍来所看见迄个人的祈祷共款。但是你的体验是非常的深刻，因为你进前就是无了解嘛，会惊甚至是祈祷顶面会不耐烦，会感觉讲非常的野心。无气力，毋知要安怎祈祷总是主要说慢慢甲你带领，你也无灰心继续祈祷，真正互你实在去拄着神叫你体验着神体验着真耶稣教会的见证，圣经内面所记载应许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就像你信耶稣了。你有啥物特别安尼深刻的这个改变吗？我自细的因为无爸母，所以我对啥物代志，我就拢感觉无信心，无自信，较无喜乐安尼对，大家都是有头改变，对，就像信耶稣了，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我感觉无啥物代志，感谢主，好玩的，安尼
一家过得真正欢喜、幸福、快乐哈，真感谢主哈。自从你信仰所了，你感觉讲对这个服侍有啥物种的经验？主感谢是呢，伫91年8月份，我有这个机会，甲伊教会一寡兄弟姊妹做伙去沙巴做医疗宣导的工作。算医疗服务义品哈，甚至安尼。唱诗祈祷俄罗斯哈，讲一寡道理互大家听哈，服务人群的工作就对了哈。例如你算第一遍去出国安尼啥？第一遍出国。第一遍就去甲咱沙巴。而且足侪人甲我做伙去。听讲迄个所在是深山哪来的？伊是一个无水无电的所在。遐个人因完全是靠去山顶拍猎。个bán野生的菜来食，因今仔的生活是完全无共的。因无一寡趁钱的机会，因刚好靠家己的能力去食三顿去过生活安尼。伫遐我看到足侪小朋友拢足细汉的，而且因的生活就是拢无时间性，因为因遐无时间。其实我嘛足好奇的，因是安怎过生活？因敢若才无共款，因遐物质全部拢足缺乏的，无电视，嘛无一寡人入去甲因讲一寡资讯。等于无电无冰箱，嘛无电视，所以因根本毋捌摕着收音机来看电视吼。所以这方面的资讯真少啦吼。生活非常困苦吼，像咱义如姊妹所讲安尼吼。讲起来吼，要伫病院内底上班吼，要一届安尼休9工、正10工安尼，要休这长假吼，病院讲来足无用的。即马会当休遐久、请遐久吼，要去外国的所在来做这医疗宣导的这工作义工吼，讲也真无简单。伫这个过程内底吼，你去到遐，你会感受安那种伫这工作顶面吼，甲你伫病院咧工作顶面有啥无共款的所在？伫病院我有固定的专业物件通做。毋过去到遐，你啥物拢爱晓，就是变成讲病人足侪。你看到啥物状况会需要帮忙，你就是拢爱做就对啦。遐个病人是甲咱这病人是拢无共的。咱的仪器有限，会用检查出来，会确定诊断是无法度袂精准的。袂精准，所以你爱做足侪方面的考虑。是。而且是一寡有可能随时。传染着，你家己拢爱做好的预防。你算足偏远的所在吼，听讲遐啥物癌症的啦，有迄个肺结核啦、太高病啦，皮肤病，甚至有真侪传染病，包括疟疾啦。靠实咱若去遐要做医护的工作讲起来要真小心因为迄个所在这传染源非常的侪因为世界拢是有这种病情的存在嘛，所以无形当中我看大家拢挂一个口罩最主要是也是咧预防讲伫咱帮助人的时阵嘛爱帮助家己。你大部分拢伫遐做啥物种的工作？我伫遐是做仪器的消毒。仪器的消毒。迄仪器就是满喙齿的仪器，即间器满喙齿的病人是足侪。遐仪器拢爱经过消毒。你假使若是讲有迄个机会你还阁想讲要去做医疗义工的工作无？我会阁想要去。我看大家去拢非常欢喜包括义如姊妹人讲若要出国都爱去佚佗看要香港真侪风景好的所在但义如姊妹呢，却是选择第一遍出国，是去偏远的所在去帮助一寡需要帮助的人。敢像伊所讲的，讲遐囡仔真正实在是真可怜，营养不良，真侪病。咱做医护人员看到嘛是安尼，感觉非常唔甘，因为咱台湾真少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对你的这个信仰啦、生活顶面有啥种感想？去遐是一个无水无电的环境，而且食饭，你根本就是食无饱，因为你毋甘食好饱，因为迄菜甲饭根本都无够。是，后壁佫多侪人要食咧。对，因为因拢咧看阮食，阮感觉迄菜就是有限，所以我感觉阮食一点仔就好啦。是，算讲伊拢互人客先食啦因煮互人客食，边仔拢伫遐等，咱食饱因才赶入来食讲起来实在是非常感动的所在。所以咱也真感谢天顶的神，还有本会医疗医宣工作团，会当去到沙巴的所在，一如伫遐有真深的体验咱会感觉讲，一抓转来所看所经历的，转来到台湾，甲我讲咱是足幸福的人。
对，无论是咱的囡仔啦，咱的家庭，咱所住咱所用的，甚至咱所住会所在，咱所祈祷、所学乐的，一切真正实在是看起来表面上拢比别人较好，但是咱看因迄个所在，真正是大部分拢看起来拢比咱较歹，但是因的心，就是会当。因为信靠神、倚靠神，伊嘛非常的喜乐迄感觉上是真喜乐但咱看伊表面上是足可怜的，但伊心中因为啥有神，神实在是无所不在。也借着义如的分享，互咱搁再回想着沙巴咱所去迄所在，迄即个生活，互咱搁做这种的回想，确实有影最后所因点非常的大。义如也有这个机会伫几年前，最后所亲自来竞选伊来到咱真耶稣教会领受圣灵，得到这个真理，而且心中的艰难、郁卒、痛苦、重担，完全拢会当因为信耶稣，拢甲伊抛之在外，心中是充满着神的感恩爱当来唱诗、祈祷、学乐神时常为此做工，是不是？请义如最后甲咱亲爱朋友要分享一句话无？即摆社会是做多变的，咱的生活做无稳定的，嘿。但是你要失去你所有的物件，你都唔知影，唯一是信靠主是会互咱做满足的。真正有一个实在倚靠的对啊，互咱亲爱朋友义如姊妹伫遮用着一个真诚恳的心，希望讲会当借着伊所分享，甲伊所倚靠的，要甲咱亲爱听众朋友做伫空中，真正像伊共款来信靠主，来倚靠主，咱的生活顶面都一个真满足的快乐。所以咱真感谢义如姊妹今日真百忙的中间来接受喜讯的采访咱拄仔也去到咱嘉义市政府遐义如姊妹伊也特别请假去嘉义市政府去遐来接受市府市长的这个等于讲这边的医疗团甲咱嘉义市东主军的团体呢做伙配合去到沙巴州做这个医疗义工的这个工作咱市长也特别安尼召见到这个医疗义工义如也特别请假去参与，我感觉讲，这种的感觉非常的好，会当这医疗的工作，甲社会、甲政府会当结合起来，咱也真欢喜呢，会当借着安尼来向社会来传福音，这感觉一样真美好的代志真感谢主今日节目呢，特别甲咱分享到这，咱即马要邀请咱亲爱的朋友呢，伫空中来向主耶稣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亲爱的天父，阮会求主耶稣基督，阮感谢有了你的救恩，因为你才是独一会当安慰阮的真神，你要借着真理的救恩，圣灵活水，互阮的心灵来得到满足的喜乐，因为你伫2000多年前亲自降生来到世间。你已经完成了十字架顶面流血救恩，你将这个救恩呢，白白来赏赐予相信的人，来除去阮世间人的罪。阮伫天顶阿爸爸求主耶稣基督，你是喜悦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回转离开错误的信仰，悔改阮的行为，倒来到天顶阿爸爸的身边，亲像今日见证人义如姊妹同款。亲爱的主。只是阮有真侪同胞因犹原无来认捌你，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感动因的心，互阮众人会当来认捌灵界实在问题，甲真假神敬拜倚靠的判断，互阮借着神的话、圣经的真理来认捌归回你的怀抱，互阮会当来领受你为阮安排救恩，借着洗礼罪会当得到赦免，来离开魔鬼的手下，成做天国百姓，将来领受天国，做阮的产业。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带领，义如姊妹今日见证分享，互阮众人知影，伊以前捌伫迄个极其孤单困苦中间来过着黑白人生生活，但是望你的竞选，认捌主你的救恩了后，伊的人生呢就充满着你来救恩的色彩，充满着对你来的光明希望。求你继续带领祝福，保守伊甲伊的全家，也求主你感动带领阮亲爱的听众朋友，到各所在真耶稣教会来查考你得救的真理，来享受彩色光明的人生，来奔向着迄个充满着阳光的永生的道路。愿主你一切因会平安福气，甲阮诸位听众朋友同在，也赐福气互因甲因全家。哈利路亚。
阿妹。今日真欢喜呢，感谢天顶的神，意如今日让播出8分的时间，来接受喜神的采访，真正是充满着温馨，充满着主要所引导，咱也愿意咱亲爱听众朋友，甲意如同款，做来辛苦主，咱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平安。